廿多年来，台湾各地成立被越来越多的观光工厂，许多传统产业转型高出发。南投玻璃除了有酒厂、纸厂以外，许多人地也这个也是很个有名的手工艺品小镇。民国66年嘅下，生产木质野炭食品，音乐学也到外销哦。最近有本南西去中国的一木质音乐学工厂，都种来玻璃，设置生产线，也打算来做观光工厂，一片讲玻璃、头摆手工艺品的产业历史，也要用品牌、用设计，寻转玻璃、木质手工艺品的好光景。上山人这史文克行业工厂打开天路，挖好设计稿高效，顺后的机器开始机加加进效，比手表的蛋糕当家的图图刻出来。史文克梦想中的木制品的工作室，今年7月刚开幕。不过行业工作室兼变到年年的木制品，也都是工作室前身，也就是加速商业团人生产的。做这个的时候，埔里应该是在30年前，20到30年前左右，全部都是在做这一批东西。然后当然就是说，也不单单是我们这一家在做了，很多埔里的工厂都有在做这些产品。所以那时候是欧洲市场。嘿，是欧洲市场，大部分以德国为主。有人按觉，全部的树叶用茶厂刻出来沿弧线，组合变做人工的，披成小小的色，然后一来到工作室，天天变相多。一条斧头钳人工的，和史文克的年纪差唔多，也史文克的装备差出来嘅。我们过去叫这个叫做卡机啊，车子类的东西，它是用车床去让木头车成这种圆形的东西去组成这种娃娃。可是，我们过一阵之后，因为这种东西比较费工，它必须要花很多时间，光车这些要大大小小的东西一样，其实不容易，所以后来引进像一些翻模的技术、poly 的技术。一条源自欧洲的故事主角，早在1970年代，南投玻璃就将近200间的木工艺的工厂对生产。不过，这样是三唔系特产人都跌，一条人工的后背的故事和用途。那胡桃夹以前人家不知道做什么，因为他连看就没看到啊。如果他做出来，你们这要是干嘛的？他不知道啊。因为胡桃我们台湾没有生产啊，对不对？胡桃那个胡桃夹那个壳啊，所以你拿这个再夹给他看说，这个我们没有吃过啊。因为係推廣外廠商來推廣，故所師傅嘅產品也沿着外國人好物嘅來改變，從斧頭鉗人工嘅縫插、水晶球、音樂欄到音樂盒，乜嘅都有，還有1米安高嘅大型嘅珠寶盒嘅也做。这样的大小對台灣人來說其實還蠻夠用的，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東西可以放。可是對美國來說，其實不太夠，因為他們珠寶其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多，所以他們需要更大的空間去做裝飾，有點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產品，他們就必須像類似像這種我們叫做珠寶櫃的東西去做收藏，它可以掛項鏈，然後可以放戒指。這樣的東西，其實在美國市場來說，幾乎每個家裡一定需要1個或2個來裝他們所有家裡的飾品。自從1950年，台灣用農來養工嘅政策，全國各地開始工業化。當時玻璃就已經實現咗係木工嘅手工藝，大量嘅歐米訂單開始來到鴉片。聖誕節前行家係旺季，當時台灣係冇1多年的高熱嘅經驗。不過玻璃竟然都談喺度聖誕音樂朗上。然後其實它的主題很多也是用聖誕節為主題，有時候是耶穌誕生為主題也有。然後這些東西其實你細部看會跟剛才的胡桃鉗娃娃很像，因為它也是車子類的東西，都是車身比較偏圓周形的東西下去組成的娃娃。大概是3月到9月，因為我們那傳奇才有1個月嘛哈。差不多7、8月算是最旺季了。以前大部分只做聖誕節比較多，後來就是他們的復活節也是慢慢的好起來，就變成整個年度都有工作了。最旺嘅時節，
规则玻璃还有超过1半以上嘅家庭係以事木工艺来落实。走路一邊嘅工法，將是大戶人家嘅堂客、貨房屋都變做細企業加工代工廠，大生意都要投入。將是師傅還較先設生產較高級別音樂盒產品為主。像我們大城里這裡哦，差不多有1半都是代工的。如果沒有代工，就是幫人家連那個像這種的哦手腳啊，哦，以前差不多家家戶可能差不多埔里80%哦，80%都有工作，大大小小每一個家庭都有代工。只要你家有人口，不管你是小學生、中學生、老人、年輕人，都有工作。连那个幼稚园的啦，那个就是老一辈子的，就是上了年纪的那些阿嬷，他们都有工作，他们也会粘啊，就是比较简单的啦，还有贴标签。我们不是要贴那个我们的 Made in Taiwan 吗？不過好講機冇一舊，迎接中國較便宜嘅勞工出現，玻璃嘅木工嘅禮品也冇為競爭力。到為1990年上海關廠外移，師傅嘅木工廠一啲1996年駛到中國。我們是比較慢過去的，我們等到這裡，說真的沒有工作，我們才移轉到來。本來是想留在台灣，不過說真的沒有單子，沒有訂單啦。駛到中國過後，師傅嘅音樂盒嘅事業亦越做越大，規則工廠嘅員工有幾千3人。產品的品項高達6000種，年人數也超過1萬。當然，一個客人他們設計的產品不只有一個，有時候是一系列，上百個也有。所以，我們光大陸的那個樣品室的話，大概我算過，大概產品應該有6000到7000種。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過去那邊幫忙拍照，光拍照部分我一天拍8個小時，我可以拍1個禮拜，我拍整個產品拍完。不過，按便宜嘅勞工嘅優勢，實也搶有10年嘅好光景。因此，中國勞工勞力成本嘅提高，台上嘅木工業嘅工廠、上菜關廠，師傅也結束嘅生產線，拖一些部分嘅機械搬轉台灣。經過200還唔好嘅經驗，師傅決定冇個變量嘅，改用實嘅品牌來賺錢，同時要拖工廠嘅附加價值來變多。過去客人都是把我們當成代工廠去做生產，我們只做生產動作，所以價格當然就是一直卡在，因為設計已經被他們包了，那價格就是一直在那個階段上。如果我們現在回來，我們自己做設計，甚至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品牌，讓他們來買我們的品牌，買我們的設計的話，我們在價格上會比較好談。這個可以說有3個洞洞，拿音樂鈴來，這個是搖桿嗎？搖桿。師傅級還較拖老廠房嘅一部分，用定型式嘅樹卡嘅通物裝飾做 DIY 教室，本人客通數來做設計嘅音樂盒，一般人客碟玻璃業、木工業嘅產業歷史。至少要達到一個教育目的，讓他們知道這些音樂盒是我們台灣人做的，甚至我們埔里本地過去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手工藝中心。那把這個概念告訴大家之後，然後就算我們第一階段目的達到了，那我們之後就可以慢慢推我們自己的東西。上述阿爸比40年的經驗，師傅級加上設計設計和貼線的服務，一本玻利維亞的音樂盒生產線，繼續在台灣向下移。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下禮拜我哋會推出上市嘅戲發量專輯，探討喺都市當中露宿嘅重要性。台灣露中島乃地嘅數嘅，種類有草木，還有露宿修建救治問題，特別露宿嘅遺址嘅爭議。下禮拜向下嚟關心，我哋再會。